哎妈，嗯，今朝到南带平昌园去吃面，平常有了罗德家，那就辣该搭。投资至2200万，里向昆曲平台侪有的，哦，生意还得热火呢。这2点5是零高。哎，都高低了还。哦，来扣随便点，炒粉三笼来着。哦，哎，我等你带点醋。没喊没喊。当心烫啊，当心烫。好来着来。手指米的。来，好黄，我来等你拌啊。哦，三样么子，适应个份，真还是吃好个。好苦个，松子关。现在该饭店收费应该属于再汉子，我得让日本网浪向也看见交流。味道是灵的，就毛隔2日来，我还到底来了。没喊过。光盘，咱们就对一首在姑苏城远近闻名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好不好？好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好，哎呀，那继续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祝诸位都更上一层楼。搿个也是篱笆街，哎，三角里背个是篱笆，背个是篱笆啊。那个搭平台昆曲一样，是还搭个边衣啊。特色，三个各地特色。你好，小刘哥，我能请那个倪老师跟舅舅一起上台唱个评弹吗？我们是他的粉丝，我想听一听。就在妻子面前唱开篇了，那我们就变装，对。谁笑杀神针？空余凄风扑迷人，家凄凉。昨日马尾心态彩，罗君恩我的比君恩心。十不在杨妃不尽兵。小调，不来。有韵味。小调，哎，真的唱老好。哎呦，小完全有味道。啥。